建通联谊厂，就是他们是在处理这个每一片在用，大家知道它的年米，它的稻谷放同1年2年以后，拿出来的年米率多少，再来年米。我们以前都是一直年米都不知道标准在哪里，这台是可以当一个标准，大概每一个品种不同年米率不同。那它都是100多克里面去装进去，出来是多少多克的？现在大家用这台那个全国理事长那个李荣理事长也是用我们这台，还有台南土工是有，台南土工李一昌，对，工红对，这不是的。有，等下你晒一下啊，这个是建议剂，陈理事长。我们的百度剂，我们也有百度剂，大家都是买一组，买一台这个处理前段，后段都是用百度剂。我们百度剂也是比日本便宜哈。我们这台是有白度、透明度、金白度。像这台大家都是用我们上毫米、上千米、中心米都是用我们的客户的哈。这个就在台南土工，对，就是台南土工再录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百度剂也是跟人家不一样，这个还有无线操控的，但是像手机一样，下充电下来充电，但是无线，但是可以像百度，开背刀对。我们是有2种百度剂，一种是跟沙大概一样，它是有百度、透明度跟金白度，另外一台就是百度，这个很方便。大家履带插进去，看个钮就知道这个百度多少。这个是全世界就我们有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小台的。这个东西你呀，还有加上去的还是上去的。对。这是进门的部分。实验室都是用我们的百度剂。好像国内。如果是大厂的话，是有这个出选剂的部分这是这个好就看照这个图面来讲它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先倒补进来把它出选了把那个炸枣石头就是用这台。这台有一个特色，7度1小时才用5马力而已，14度1小时才6马力而已。它是正压双风，它不是负压，不用抽风瓦打15马力。这台是全球最省电的。我们的东西都是 CEO 模的，都是节能省电，而且低温能源，都是这是全自动的概念。再来是这台就是轮毂机的部分，这台轮毂机也是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的毂机是有压系统，是气压。有压系统有一个好处，那个这样子。这个是我看到在波朗镇农会，我看到如果我们的波朗这个洛鲁如果已经是他说波朗这个是气压的关系，机器买轮毂机，这边有压系统不能用气压系统，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有压系统保护米时。所以米是会整场最重要其实是轮毂机，前段如果同类后段买那么贵的机没有用，来不及了，全部都融碎了，而且它还有冷却系统，这个肉乳不可以很烫都会有那个毂机都会有那个碎米的问题，所以我们有那个冷却系统。这两个有压系统跟冷却系统是最重要的技术来保护，而且我们是线道设计，所有的设备都是线道设计，它是处理量是5到7吨，5到6吨半这是线道，1到5到处理量会更大，可以到7吨没问题。在国外我们是5到7吨，就是线道设计买设备一定要以线道设计，线道没问题，管道都没问题，对，处理量会更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摆在这里，还有那个水打雷达，水打雷达就是
么多面芒果面， 145。哦，宋树康，如果我们刚要去的那个连米去很远的话，我们就宋树康的那个地方目的地，就可以。它这个是巴厘岛，啊，就是竟然有这几种面啊！巴厘岛。啊，这叫木炒面呢，和木炒还当店面有关系。 14吨1小时。那这个好这才是本身直接从下段一出去正压送风，用1.5马力，7吨1小时。这是7吨1小时才1.5马力而已，14吨1小时3马力而已。全台湾最省电就是它，其他都要传统台1马力1吨。像那个屏东，像有一个那个新丰联米厂，也算我们这一台。 这台就在那个屏东新丰的市场。这一台它把所有的5台的那个传统的拆掉，改成1台，不占空间，节能省电。它5台要用马力嘛，才5吨呢，我们1台就7吨1小时，有个山药才面1.5马力而已。不用讲那个石头，连本钱都没有。那个，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参考一下。这台是7吨，就是这台。 它里面有那个压力开关，没有米的话，它也不动。你就跳在这里做这样。然后它也这边有定时开关，石头时间可以调整。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不是密闭式的，不会有那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台是可以参考看看。现在的设备都是要有这样的密闭式的，就是。 这个能量是不一定的，这是老板，李金生，李金生老板，显示机，它的位置在这里，显示头，再来是后显机，后显机就是处理那个未熟粒的，比较红色绿色的那种未熟它的厚度比较薄，我们就把它先选出去。这个分级呢，比较完整率。 分级那是可以啊。我们可以让那个降低那个色彩剂的那个符合量，所以靠这可以金，色彩剂比较选的干净。分级就可以金了。是这个后置选择。再来就是3台米机，我们的连米机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是。啊，你这样的就可以金的是分级啊，哎。 4吨1小时的物米，原来可以金是分级耶。出来的没有米糠，米糠是只是带出去，所以是很干净的。这台是全球赞。未来的趋势嘛，我们都是靠哎，侬没得注意，侬没得注意的，关系。这样的连米时间比较长。没同学建立资料表、资料卡。谢谢。你要去公所哦。 现这咯。啊？去公所加申报。公所呢？而且物件会去哦。我那想讲要走去，